上细汉的，我的名叫做李李，我是第三批。大家好，我是李兄李老师。我是上大的李彦，欢迎收看《相识的一家》。耶！台湾啊是一个宗教信仰非常多元的社会，啊，这届啊，拄我熟悉到一口罩，因兜的囡仔跳将啦、三通鼓啦、更新将啦，逐项都拢会，啊，因拢嘛会去因爸爸的店内底斗相共，啊，无咱做伙来去甲因学两步，行。哥，咱要拜拜哦，一路3层，一路插3层。对。搁我家。现在透早拢在拜拜，对。所以这算是恁一透早起来的，对。一定爱做的你。对啊，该用的。用的。对。哎，我看恁遮的神明哪遮济尊，因为我去一般人迄宫庙内底，拢捌看过有神明像恁遮济尊。拢爸爸建落来，有一寡拢是原本家己的，嘿，啊有一寡拢是建。有诶是假人来，所以豆豆我都变遮济尊了。对啊。啊，逐尊你都熟悉。这就是中央是妈祖娘娘。对。啊边仔这两尊是济公师傅甲关圣帝君。这个足济呢，记个。恁大寺庙内底的感觉到底是啥？自细汉应该是还袂有感觉，即摆还好。啊，恁住伫宫庙内底，恁透早除了红香以外，该创啥？会摒扫。摒扫，扫下骹。对。啊，是咱即摆来整理。好啊。行。啊，恁透早敢会烧抢空？袂啊。每一个人拢有该做的代志。向上接走伊模糊。第三甲第二。第三较济。拢会啊，拢会。啊你？我会啊，我有当时偶尔。伊的名叫做李彦，伊自从有手机了后，就一直耍手机啊。无。伊平常时对我真好，再见。好了。耶！大家好，我要介绍的人是三兄，伊叫李颖，伊足缘投的，你感觉你足缘投的无？有时会创治我，但是我甲伊耍足好耍的。好。他没有说再见。没关系啊。这台是某发电机。关起来，然后关。我画。接过。好，我来啊。来啊。拄点就加油啊！等你。有啊，开关有切啦。慢慢移来。咱两个发半包拢发袂开啊！这台用足久啊！
妈妈较厚。这水敢会足强的？会啊。你电敢有开？哎呦，哦，会呢。那脸都泼到我的脸上。不要气到我！拿手拍你吗？像咱种恁拢坐伫遮，无代志，等爸爸妈妈讲。啊伫边仔足无聊的呢。袂啊，发呆。这咧，你嘛袂感觉洗车足无聊啊？袂啊，你感觉洗车什么代志上趣味？拍嘛，七拉啦，七力甲拍力有啥物差别？七拉是甲拉七条。七条，啊拍力是甲力倒起哩。你为虾米上介意拍力？伊根本无拍过啦，你无拍过力，你讲你上爱拍力，啊啥啦伊免拍力？时间也袂够。大我无拍，但是想要。你想要学？嗯。哎，大兄伊讲伊想要学拍力，你爱甲教？较大汉的啊，手啊无够力啊。开力无够。对啊。啊，迄足大力的。手会麻掉。哦，伊会有遮大力咯。爸爸妈妈做较济，啊恁来创啊？恁敢真正家己拢知影家己爱做啥物工课？知啊。我要介绍的人是阮爸爸，伊名叫李义，伊做摊可以做到哦，做到起码才食饱。爸爸，谢谢你，再见。太紧张。你讲爸爸做啥物代志上钱？心情很情。趁钱上新款。准备你摕的是啥？粘土啊，摕粘土要怎？也磨车。原本以前可能有较粗，然后有铲，咱就会使透过这粘土来磨掉。伊原本粗的所在，伊就会变溜啊。哦，伊会变出溜啊。你磨车？你这。粗啊！你有够无？哎，变足骨的呢，这遮厉害。对啊。无啊，啊，这台车遐大台，啊，你骑迄个遐细粒，要磨到当时，对，慢慢啊磨啊。规台车拢爱磨。对啊。安尼看咱也是紧磨好啊，无你骑迄个遐细粒，唔知影磨到当时。好，安尼磨啊。规台车。对啊。拢爱磨着。伊磨了顶悬就乌乌的。对，爱沾，所以爱沾水啊。对，沾水。啊，毋过要安怎看伊敢有穿？你就摸看卖啊。哎呦，磨了会骨就对啊。对。内底敢卖？免，就是扳机的部分。我看你做的代志，拢比弟弟应该侪。你几岁就开始来做？自细汉6、7岁的时阵吧。 6、7岁。对啊，就开始斗相共啊。因为自细汉爸爸每一天拢在做啊。逐工都做，你敢会感觉你做大兄你爱做的代志较济？有当时的啊，即摆还好。妈妈伊原本阮四个原本伫咧做的代志，拢是伊咧做。拢是妈妈咧做。对啊，啊等伊大汉，妈妈就会甲即款工作传落来，叫阮做啊。哦，做伙。对啊，因为我是大兄，所以做的就会较济啊。所以你一定爱做饼干。对啊。啊，因细汉的袂当休困。袂使啊。啥咯？分工啊，4个力量的。哦，你讲团结的力量对不对？对啊。4个人做伙做。对啊。较紧。对啊。 啊，
尼看？对啊，啊你有看到雾哦？有啊，啊就爱甲雾尾去掉，互伊变光。哦，互伊会金就对啊。对啊。好啊，差不多啊，这差不多啊。有哦，拢金啊哦。哎，你若阮遮吃了，你较来。对啊。无灰哦。哦，你哪啦，没哇？小朋友过来，今晚要创啊？紧带哥哥去练鼓，明仔载要接香团，大概5、60个哦，所以爱认真哦。哇，哎，啊我毋捌拍过呢。所以等下弟弟爱教你，爱认真哦。无咱摕出外口练好。好。哦，提啊。摕椅啊？椅什么椅啊摕？来遮，椅摕来遮。敢会做困难呢？诶，袂。三通鼓有啥物拍法？诶，有阮家己有3种拍法。我先学迄个上简单迄个好，我尽量啦。好。你先拍看卖啊？好。上简单的哦。就安尼。后壁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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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，迄是啥？迄是要哦，要收尾啊，就对啊。对所以这是上简单的。对。其他嘛听看卖。好。这真正看起来有较困难咯。啊，拄仔讲有3种啊，拄仔拍2种，啊佫一种诶。好，拍互你看。第3种。我若感觉一种比一种较困难的感觉，谁来教啊？爸爸教。爸爸教。我感觉我是先紧来学拄则踢咧好。好。啊，拍较慢的，我要0.5倍速。开始就安尼。好。一开始。这是一开始。对。啊，佫来咧。后壁你后壁咧得了，迄有几届啊？应该是2届。 2届。对。我感觉我当先试看卖啊。好。来啊。高低届都袂记了。哎呦。等。哦。对啊。安尼，较顺的。哦，好。我看我要下向啊，你要下向啊，主头来啊。你个。练起，爱练起来。等下啦，我会乱你啦。啊，恁平常时拢安怎决定
谁要拍鼓，谁要拍锣啊，谁要拍迄个？轮流啊，轮流，你还袂唱啊？我要拍鼓。会啊，啊是会啊，啊，若小唱的时阵会安那？对，杨肯啊，是说啊，那明仔载你拍。啊哈哈哈！恁有遮和平啊？有啊，迄若我甲阮弟弟，阮两个绝对冤家相拍。阮只有跳奖的时阵安尼。你毋是拢会杨肯吗？毋是拢会杨肯。迄毋是杨肯毋杨肯的问题，啊无咧，迄是较缘投较无缘投的问题。所以跳中签较缘投的对。对啊，啊，拢想跳中签较侪。哇，你是安那？因为你是哥哥，你甲中签占掉。毋是一开始跳的时阵是，一开始跳的时阵是我先学的。嘿，对啊，啊，明仔载无要跳，无要跳中，无我刚好我是先甲我的顾好好联络。迄个中的代志，以后甲讲。哎对，以后较讲，以后较讲，时到时担当，迄以后较讲。从头啊。记一天的台语课。菲菲，我看你拍这一个遮大牌的，这是啥物物件啊？这是三通鼓，三通鼓，来，咱搁再讲一件，这叫做三通鼓。啊，我看恁兄妹啊，摕这两个咧唱。这是切马，这叫做骑马。来，咱搁再讲一件，这叫做骑马。英英啊，你摕咧弹。锣啊，哦，你那是锣啊。来，咱搁再讲一件，迄叫做锣啊。安尼大家拢学会晓啊袂？我真正细汉的时阵，咧看庙会，我嘛最想要穿这种背心，命拢有秀起咧。根本是无够红。爸爸香味岛拜拜菜来跟。有什么歌？好，这一块。我找一下。好，等下去换。我因兜真正是爸爸咧发挥所有的号令，爸爸拢伫边啊，目睭花眼金睛咧看伊，谁有咧做代志，谁无咧做代志，谁有甲代志做好。所以我讲我即摆我是赶紧来做代志，拜拜。哎，我也要一个。啊那你咧拍？哎，才失败。所以这点火伫咱这边嘛对吧？啊。把你夹面。丢旁边，丢旁边。别。我今仔日要介绍的人是阮二兄李耀新，伊平常时就爱食物件的，上爱耍的物件是无神庙会。大家再会，拜拜。这是我的妹妹，伊的名叫做李雷，伊足爱笑，足爱，啊个伊的优点是无优点。拜拜。好。
我应该无出错，我无出错。哎，一叔叔啦，哦，炮仔声乱尔，哎，这边也有炮仔声，那边也有声全部拢人拢做伙，小可乱哩。不过有救到回来。等。哦，好，你大概甲讲哈。我不爱就我讲，我已经。这一条。你拄食无做什么工课啊？你食到遮济？没有。你做啥？啊？你住来创？我在涨价，涨价也需要。好啦，食啦，你个话吧，我剩一支。我看你拢遮细汉，为啥恁对恁咧做的代志遮尔熟手？自细汉就一直做啊，做到今啊。像伊即马，无你即马几岁？10岁啊，所以比较细汉就开始啊。对啊。啊，迄个时阵是咧做啥？跳太子。跳太子啊，啊唔对。4、5岁跳太子。跳细尊的啊。4、5岁呢？对啊。去幼稚园的呢？对啊。对啊。光会开？我会去啊。你拢会晓？伊嘛会啊。你嘛会晓？计晓跟听众。像？伊啊。伊？问。啊，丽丽嘛会晓？有当时会。啊，恁上届做一项？跟听众。跳奖。哦，恁大家拢无共呢，啊你咧？你咧？你莫一直食物件哦。跟起。啊，毋过我看安尼嘛好，恁着大家做家己喜欢的代志，或者拢是共款伫厝内底啊，只是会当分工啦。对啊。我看恁分工分了做好诶。对啊。我看因兜啊，4个囡仔就是大兄拢会替因小弟小妹看头顾尾，啊二兄咧做代志较认真，伊会去注意到细节。啊三兄，我感觉伊拢拣迄个上轻松的工课咧做。上细汉的迄个小妹，因3个兄弟仔的宝，佮兼因的秘书，佮兼要互因创治，所以讲因的感情其实是足好的。因有讲到因想要做伙传承爸爸的物件，这互我嘛去思考着。因为我家己是学台语的，我看到因遮尔欢喜咧做遮个代志，我感觉我应该爱吸收因的精神，继续将遮有意义的代志传承落去。你我相拄伫咧迄一天，修成的迄一天。这是啥？请嘛。骑马了啊！请嘛。像。啊你咧？真的。有，伫咧种啊，伫咧种。像。去啊！我去。修成的迄一天，你我相拄伫咧迄一天。李兄，名叫做李耀星。大家好，我是大兄李延平，欢迎收看《修成的迄一天》。耶！